係你好，冇嚟正經啊！喂，大家好啊吓！嗱，呢套片出街呢係1月嘅26號啊吓！喂，大家好啊！嗱，咁呢就呢一個嘅星期六啦，咁我見到 TVB 呢有一個幾大嘅改進嘅，因為呢進入咗一個後曾志偉時代呢，星期六呢就開始呢就多翻一啲節目，而唔係播電影啊。其中呢係 J Music 啦可以呢係重新運作翻呢個，我覺得呢真係值得係俾個 like 俾 TVB 嘅吓。而我見到呢呢一個嘅 Sony 呢係有人上 TVB 咁樣。而家見到係林奕匡加一個叫力尊Sony 嘅新人啦。咁會唔會嚴明熙將來都會上 TVB 呢？咁樣？嗱，一陣間我想講下 ，OK， 咁仲有中年好聲音要提一提嘅吓。好，咁我哋入正題以先，都請大家訂閱啦，何志剛有仇必記頻道啦，分享啦、留言啦、讚好啦，同埋撳啷啷嘅，請你哋呢每一日嘅12點鐘或者夜晚時候呢，睇下有咩片出啦吓。嗱，當啲人呢就去訪問嚴明熙嘅時候呢。啲人就問佢：哇，呢個 Yumi 係咪情況點啊？咁樣，嚴明熙就會答呢，就係會關心Yumi， 但係希望呢 Yumi 呢就會渡過難關啦，咁樣嗰種啦即係呢個關心佢啦咁樣。嗱，其實呢 Yumi 呢嚟緊呢應該就會有一套劇叫做《臥底嬌娃》呢，將會呢係出嚟嘅。咁呢，但係呢，呢套劇到時 TVB 宣傳嘅時候 ，Yumi 有冇份參與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嗱，即係呢，有陣時我又覺得呢，即係 Yumi 呢，究竟係咪嗰個行為壞到要真係俾 TVB 放棄呢？咁樣，即係我係有所質疑嘅。即係龍庭嗰啲都冇事啦，又話咩 Hello Kids 咁嗰類嘢都冇事啊。嗱，即係 Yumi 依單究竟佢所謂紅人所謂拍拖嗰啲相嗱，佢唔解釋，其實某程度上啲人就指佢認咗啦，等於咁我都無謂評論咁多。不過你話 Yumi 究竟死唔死呢？咁如果你話今年我諗冇幾耐呢，就會播呢個臥底嬌娃啦，咁佢做喺套劇裏邊，佢係有份做嗰個女團嘅，咁佢會唔會有份參與宣傳呢？嗱，其實呢 TVB 算係幾捧Yumi 嘅，嗱，嗰套呢比較機場出錢嗰套啦，資助嗰套非常日誌呢 Yumi 都有份拍嘅，咁究竟Yumi 呢會唔會真係俾 TVB 放棄呢？暫時未睇到，咁再留意啦咁樣。另外提一提啦咁樣。嗱，其實我覺得 TVB 呢，唔知點解曾志偉時代星期六就去播電影，但係通常呢，真係啲電影又唔好睇嘅，又或者啲電影幾年前咁嗰類嘢啦即係其實香港人呢已經冇睇電影嘅習慣，除非你話播嗰套戲九龍城寨咁嗰啲呢，可能會比較轟動啲因為都係一套打片咁樣啦其實我對毒舌大狀都冇乜興趣嘅，老老實實。就算佢星期六播，而家呢，你話播 J Music 加唱錢咁樣，嗱，唱錢呢，其實呢個節目呢，就對歌手呢好有利嘅，即係話嗰個歌手連續如果佢唱得好呢，即係譬如話佢唱得好嘅意思，即係唔係你覺得好聽，而係佢符合嗰個軟件佢話你音準或者係節拍啱呢。咁如果你唱得同原唱係一模一樣，盡量冇錯嘅話呢，咁呢你就可能攞高分。你攞高分嘅話呢，可以就再唱多一首歌。咁吳業坤呢，就喺唱錢嗰度，哇！咁嗰個節目好似差唔多成個鐘頭，成個鐘頭淨係睇吳業坤一個人唱歌。咁但係我又覺得 OK 咁樣。嗱，我又覺得呢，對歌手好有利。
但係如果佢素人篇，究竟有冇人睇呢？嗱，即係我要睇一個呢，我三唔識九嘅人喺度唱歌，咁啊你要唱成個節目都係佢係咁唱，得唔得呢？咁樣定係淨係名人先至俾你睇佢唱好多首歌啊？啲唔係名人嘅會點呢？咁我暫時未淨係睇到第一集。嗱，即係唱錢呢個運作模式，究竟係咪運作到呢？咁樣第一集 OK 嘅，我覺得都幾好睇嘅，我覺得。即係睇佢嗰啲豆豉啊，究竟係綠色定係紅色啦？咁樣紅色真係唱錯咗啦。咁樣嗱，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呢個節目。咁呢，另外啦，就 J Music 係9個字，即係將勁歌金榜呢擺埋落去 J Music 一齊。咁有陣時我就覺得呢，你其實 TVB 而家就係太多歌手啊嘛。中年好聲音1又2又3，而家又4啦。而且中年好聲音4呢，都如果攞5燈嘅有成20幾人啦，咁樣而家140人裏邊有20幾人，即係而家你70幾人、70人嘅裏邊有20幾個攞過5燈啦，咁樣。但係當然啦，嗰個人如果連續2次攞5燈呢，就真係會係一個好明顯嘅種子選手。咁啊，究竟有呢20個人有幾多個攞5燈呢？我唔知。攞2個5燈呢，我唔知。但係如果有4、5個呢，即係其實呢，嗰4、5個人已經係喺呢個階段呢，完成咗70強對 PK 賽之後呢，佢就已經開始叫做成名噶啦。因為佢變成咗種子選手，大家都會留意佢噶啦。嗱，咁所以個賽程又會呢，仲有成大半年啦。咁即係嗰個人呢，就喺個電視度成日出現咁樣。咁所以呢，第二時完咗個比賽，又有呢，我諗5至10件呢叫做頂級高手喎，真係 TVB。所以呢，我話你話整翻 J Music 呢，我真係好贊成。係你星期日嗰個時間唔啱擺，咪擺星期六咯，係嘛？即係其實你始終都要呢，係你 TVB 同其他唱片公司合作翻。咁我就覺得呢，如果你話曾志偉，你話對嚴明熙有情意結，你有陣時會逼呢個黃博，佢夾硬唱嚴明熙唱過嘅歌咁樣，譬如飛飛啊，咁我哋沒有你還是愛你可累。咁你咁有情意結嘅，其實曾志偉走咗之後呢，其實我覺得不如揾翻嚴明熙翻嚟唱。喂，你同 Sony 你唔敢得罪佢噶，係咪先？你 Sony 都有一定嘅實力噶嘛，大佬。喂，其實有陣時我覺得 TVB 都唔一定話淨係要揾廣東話嘅人嚟。喂，其實可以叫翻啲呢 Sony 有好多呢普通話嘅天王天后嘅，譬如蕭敬騰啦，或者 A-Lin 啦咁樣。雖然 A-Lin 咧喺大陸揾到好多錢，但係你叫佢落嚟呢，其實我真係我都好贊成。另外呢，口多多提一樣嘢，即係最近呢睇呢李佳薇呢。係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個李佳薇啦。咁其實我都唔止一次呢係介紹呢李佳薇嘅唱歌噶啦嚇。咁呢李佳薇呢，佢最近呢係經常唱呢廣東話。應該啱啱嗰次就唔係唱廣東話嘅，但係較早之前呢，佢唱孤初啊。哇！咁佢因為原來佢屋企呢係講廣東話噶喎，佢喺馬來西亞人。廣東話係唱得好準啲，咁咧其實呢，我覺得呢係聲生不息華流貴呢，其實睇李佳薇呢都好好睇嘅，即係我覺得有陣時 TVB 可以揾下李佳薇啊，或者係 A-Lin 呢啲。嗱，其實李佳薇喺大陸我諗呢已經個口碑好到呢叫天后級，尤其是我之前介紹過啦，佢係唱天后呢，400幾萬 view 啊，大佬。真係犀利啊，大佬！6個月400幾萬 view 一個比賽片段。嗱，咩都好啦嗱，我如果你講中年好聲音呢，不過講中年好聲音之前，你一提一提喎。嗱，即係呢，星秀呢，柯宇飛呢就出咗隻歌，但係呢，佢個樣我就真係覺得好似
唔係捧佢喎，係想消滅佢喎。即係個樣咧古靈精怪咁樣，你電攣頭髮搞到咧濃妝豔抹咁樣，唔知點咁樣。即係咧廿三歲女俾佢搞到咧30-40歲大媽咁嘅款咁樣啦，真係唔知即係 TVB 係咪玩嘢？真係啲人又話喂 Yumi 死咗捧阿柯宇飛，咁我話喂捧唔捧到啊？你搞到人哋咁嘅樣嗱，隻歌咧普普通通嘅，即係聽過嗱，所以咧個 view 數咧偏低啊，我亦都唔會出聲推廣佢。不過咧嗱，星秀攞亞軍，唉，9日3.6萬 view 咁樣，真係就係因為佢個妝唔係好掂咯，老實實點谷都谷唔起喎，大佬我想幫你谷都谷唔起噶，大佬你咁嘅樣，老友點掂啊，係佬嗱 OK 咩都好啦，最後咧想講中年好聲音啦，嗱中年好聲音嗰邊咧其實咧好多嘅對戰呢，我覺得比較精彩嘅呢，就個阿叔同阿游淑晴嗰個嘅火拼。嗱，呢個火拼係好慘嘅，即係阿叔呢好似呢就冇留意呢其他參賽者，咁呢，佢唱歌唱得幾好啦，所以挑戰佢嘅人比較少。咁佢就揀咗個5，剩翻一個呢冇咁高燈數，一個5燈。佢話嗰個低燈數嗰個人佢識唔揀佢，費事傷感情。咁啊，所以揀咗個5燈同佢拼。咁但係游淑晴啊，當然就係實食冇黐牙啦。嗱，游淑晴呢係第一次係唱普通話嘅。嗱，佢睇翻第一次唱咩先？第一次係唱呢個聽海普通話，但第二次呢就唱廣東話，唱 Beyond 嘅情人，我覺得好好聽，因為呢好多時呢情人有幾個音呢，是人是情是寒冬咁啊，嗱，即係嗰個冬呢，如果你係 belting 唱上去，實唱上去呢，好多時會走音嘅，佢就硬唱。再推上去超高音咁上嗱，所以呢啲唱功呢，如果唱情人全部唔用假音用真音唱呢，其實游淑晴係好勁，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勁到爆炸，即係呢個呢，我覺得值得留意，因為佢已經連續2次5燈啦。咁跟住呢，馬來西亞即係新加坡呢對父女呢，真係我真係唔知啦，又係好中意亂揀對手嘅。即係個老豆亂揀對手又係咁，個女又係咁。嗱，揀嗰位黑人哥哥唯一咁樣，咁話唯一呢個呢，佢話第一次表演嘅時候呢，就有啲唔舒服。咁呢，第二次呢已經好翻晒啦。咁呢，你見到呢，佢兩父女都俾人哋攞4燈高燈俾人 KO 呢，十分之慘烈吓。即係呢個呢，我覺得。呢兩個對戰，我覺得值得講嘅。另外啊，可南呢又係你山盞燈點解會揀大毅呢？係咪又係冇留意個對手呢？大毅呢，第一次攞4燈呢，其實我覺得呢係應該，我覺得應該攞5燈嘅。但係最後呢，佢唱林憶蓮為你我受冷風吹啦咁樣，可我4燈我覺得應該5添啦，大佬。但係最後都係得4燈啦咁樣，同可南一拼。最後大家都4燈，但係呢，就最後都係評判都係話呢係大毅贏。咁你根本就又係唔知點解吓？今次中年好聲音4呢，好多時啲選手呢。就係不自量力，特登硬冚啲勁嘅對手，而搞到自己跌入危險區喎，大佬。嗱，而家嚟講係咁呢，可以得70組對賽就有35個贏，咁啊唔會被淘汰啦。跟住佢就話收40個人，
得5個位可以俾輸嘅人復活，但係我覺得可南呢就比較危險啲啦。咁啊，但係冇嘅，你亂揀輸咗係抵死咯，我可以咁講。唉，唔講啦，係咁多先。